歡迎大家嚟到大茶飯香港賽馬貼士頻道。4月29日跑馬地夜馬，星期三共9場賽事，開跑時間1840，重心嘅精選場次係第5、第6同第7場。第一場1800米5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號悠乾坤，配呢個田泰安，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5號富裕君子，配呢個黃志宏，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。第二匹10號金德義，配呢個潘明輝，近績最好，係跑第4。同埋7號幸運同行，配呢個布文，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3。第二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4號可靠大師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二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2號海王寶，配呢個梁家俊，近績最好，係跑第4。第二匹9號皇帝英豪，配呢個何澤堯，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。同埋11號精益大師，配呢個班德禮，近績最好，係跑第7。第三場2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9號和道威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二、1次第3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5號雙贏，配呢個何澤堯，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3。第二匹12號君志成，配呢個金城江，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3。同埋11號夢照發，配呢個巴道，近績最好，係跑過4次第二、1次第3。第四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號跨境駿馬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二、3次第3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5號長勝力推，配呢個霍雲星，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二、2次第3。第二匹12號英雄豪邁，配呢個巴道，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3。同埋3號紅愛社，配呢個布文，近績最好，係跑第4。第五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8號電玩精英，配呢個班德禮，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二、1次第3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2號巴閉王，配呢個黃寶利，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二、1次第3。第二匹9號有型勇士，配呢個鍾易禮，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一。同埋5號雷神太保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3。第六場165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號勁進區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二、1次第3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8號上葡福王，配呢個鍾易禮，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。第二匹10號隨緣得勝，配呢個周俊樂，近績最好，係跑過3次第二。同埋3號爆出美麗，配呢個布文，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。第七場1000米2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0號燭光晚餐，
配呢個巴道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三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8號好評如潮，配呢個黃寶利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二、1次第三。第2匹5號勇敢巨星，配呢個何澤堯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二、2次第三。同埋2號顏色之王，配呢個潘頓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、2次第二。第8場12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4號踏雪尋梅，配呢個潘頓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一、1次第三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1號太太精神，配呢個田泰安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二。第2匹12號喵喵怪，配呢個巴道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二、2次第三。同埋2號開心指數，配呢個布文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二、2次第三。第9場165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6號穿甲金英，配呢個潘頓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三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5號范范有餘，配呢個布浩榮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二。第2匹2號馬魯，配呢個潘明輝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二、1次第三。同埋1號一定掂，配呢個布文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一。多謝晒大家嘅收睇，希望各位馬迷幫忙免費訂閱本頻道。如果喜歡我哋本頻道嘅影片，請點讚同埋分享作最大嘅支持。我哋喺下次嘅賽事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